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貓貓研究所，我係阿貓。相信大家都聽過日本有三大牛肉飯連鎖餐廳嘅，分別係始祖吉野家，其後加入嘅松屋，同埋後來居上嘅 Sukiya。三間喺香港都有分店，雖然 Sukiya比起吉野家遲咗成20幾年先進軍香港，但係似乎咧近來走勢凌厲，分店越開越多。仲有唔講唔知 Sukiya 喺日本，原來係遠遠拋離吉野家同松屋，無論係分店數目同營業額都超過晒競爭對手。最叻咧係 Sukiya 嘅利潤係吉野家嘅10倍，松屋嘅17倍，真係好誇張㗎。Sukiya 嘅母公司 Zensho 株式會社，中文叫善商，但係公司一啲都唔善良哦。2014年咧，佢曾經被稱為黑心企業嘅代名詞，即係只顧最大利潤，專門壓榨刻薄員工嘅壞公司。新入職員工嘅離職率去到50%咁嚴重。後來咧 Sukiya 業績大跌之需，決定咧洗心革面改過。喺幾年之後起死回生，甚至成為日本餐飲界第一個業績突破1兆日元嘅霸主。冇錯，今日咧我阿貓要講嘅主角咧就係你同我都好熟悉嘅 Sukiya 食期家，同埋咧佢背後嗰位傳奇又爭議性十足嘅創辦人小川賢太郎嘅。佢創辦嘅善商株式會社係一個超級龐大嘅飲食集團。除咗龍頭 Sukiya 之外咧，原來香港人好熟悉嘅回轉壽司、Hama Sushi 都係同一集團嘅。仲有一大堆香港未有分店嘅餐廳品牌啊，遍佈全世界。如果你喺日本咧，可能隨便行入一間餐廳都係善商集團擁有啊。今日咧，我阿貓咧就會同大家講咧 Sukiya 嘅故事。大家好，我係阿貓，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。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，我會好似貓貓一樣，充滿好奇心，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，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。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。故事要由1948年講起。小川賢太郎出生喺日本石川縣，佢讀書好叻，1968年考入咗全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。但係1968年係非常動盪嘅年代，如果你熟悉日本歷史就知道，嗰個係日本學生運動最激烈嘅年代。全共鬥時期，年輕嘅小川當時一腔熱血，覺得資本主義係邪惡嘅，要搞社會主義革命。佢甚至激進到被東大退學。死川慘被退學之後，佢走咗去港口做搬運工人。喺嗰度，佢親身體驗到基層勞工有幾辛苦。咁咧，越戰爆發，佢睇住世界局勢，突然間醒覺咗一件事，原來要消除貧窮唔係靠革命嘅，而係要靠資本主義嘅力量去創造更多工作機會，從而改善工人生活質素。就係呢個思想轉變，令佢由一個激進青年變成咗一個生意人。1978年，30歲嘅小川加入咗當時最大嘅牛檔連鎖店吉野家打工。但係好景不常啊！佢入職無耐咧，1980年吉野家就因為擴張太快，同埋用咗次等食材。當時吉野家竟然用冷凍乾燥牛肉同埋化學調味醬汁，無論肉質同味道咧都大幅下降，搞到欠債120億日元咧，要申請破產保護令挽救公司。親眼睇住龍頭大哥倒下，對小川衝擊好大。佢學識咗2件事，第一，品質咧係生命，咁第二，就算係大公司一樣會執笠。於是咧喺1982年6月咧，小川決定自己創業。佢拎住500萬日元資本喺橫濱學建區成立咗 Zensho 善商呢間公司。當時係成間公司得4個人噶嘛，辦公室咧仲要係租工廠嘅一個角落頭，非常寒酸。大家以為 Sukiya 一開張就賣牛肉飯，錯啦！其實咧小川咧第一次創業咧係開便當外賣店嘅，叫 Lunchbox， 開喺橫濱工業區，瞄準附近工作嘅工人。點知呢間外賣店係一個大災難，因為整便當咧實在太繁複嘅。
便當款式多不特止，要準備嘅食材又特別多。一到繁忙時段，廚房就亂晒大龍，根本做唔切，引致生意慘淡。失敗咗點算？小川好快諗通咗，既然我喺吉野家出身，不如做翻我最拿手嘅牛肉飯啦。於是用咗唔夠幾個月，同年11月，佢喺同一個位置將便當鋪改名做 Sukiya。呢次終於成功啦！第一年營業額咧就有9000萬日元。不過作為一間後起之秀，當時吉野家雖然破產重組緊，但依然係業界巨人。Sukiya 要點樣生存？小川用咗一招好聰明嘅策略，就係南海策略。吉野家同松屋都係多數開喺市中心車站旁，專做趕時間嘅上班族生意。呢個紅海市場係大，但係競爭非常激烈。Sukiya 就專登開喺郊區同住宅區呢啲南海冇人做嘅市場，結果意外地大受歡迎。仲有最重要嘅一點呢，Sukiya 設計咗家庭客路線。以前食牛當咧係男人嘅專利，Sukiya 咧就整咗餐台位，歡迎一家大細嚟食。為咗吸引小朋友同女士，佢仲首創咗 toppings 文化，即係大家而家好中意食嘅芝士牛當、咪泡菜牛當，就係靠呢幾招：郊區戰略、家庭路線啦、創新口味啊。Sukiya 喺1982到1987年呢幾年間咧，由一間蚊型公司慢慢企穩陣腳，為日後嘅帝國打好咗基礎。善商呢個名咧，其實有3個意思：全勝，要完全勝利；善商嘅要做良心生意，同埋禪商嘅要有日本傳統禪嘅精神，透過堅持品質第一、穩健增長嘅原則實踐，從世界消除飢餓與貧困。但係事實往往好搞笑， Sukiya 曾經係黑心企業第1名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阿貓，如果淨係靠賣芝士牛當 ，Sukiya 點可能打贏吉野家？問得好喎，Sukiya 真正最出色嘅地方在於建立咗一套叫 MMD（Mass Merchandising System） 嘅系統。簡單講咧，就係垂直整合，由買牛肉而種菜，到加工廠物流運輸，再到鋪頭做牛肉飯，全部都係善商集團自己一手包辦，完全唔假手於人。咁一般餐廳咧係同供應商攞貨嘅，Sukiya係直接買起個牧場同工廠。咁樣做有咩好處？第一，成本壓到最低；第二咧，品質自己控制。就係靠呢套系統 ，Sukiya 可以瘋狂減價同吉野家打價格戰，最後仲要有錢賺。呢個垂直整合系統咧，亦同上一集介紹嘅薩莉亞一樣，兩間公司都係用呢種一手包辦嘅方式，成為致勝關鍵。到咗2008年9月，歷史性嘅一刻出現咗 ，Sukiya 嘅分店數量咧達到1087間。正式超越咗牛肉飯大哥吉野家嘅1077間。Sukiya 終於由一個挑戰者變成咗真正嘅王者。但係喺急速擴張嘅背後， Sukiya 埋下咗一個巨大嘅計時炸彈。為咗追求極致嘅效率同埋利潤， Sukiya 當時實行咗一個好極端嘅制度。日文叫做 One On， 即係一人當值 One Man Band。一直以嚟咧，絕大部分 Sukiya 分店咧都係24小時營業。去到深夜時分，成間鋪頭只會剩翻一個員工，佢要負責落單、煮嘢食啊、洗碗啊、收錢、打掃清潔、送外賣、準備早餐食材啊、上貨入貨倉啊等等工作啦。總之就係乜嘢工作都只有一個人做晒。我諗通宵班員工一定係三頭六臂千手佛。去到2014年咧，呢個 One Man Band 炸彈終於爆啦。當時咧 Sukiya 分店數目咧喺3年內增加咗26%，但係員工總人數咧竟然係少咗㗎。咁代表咗乜嘢？即係每個員工嘅工作量多咗啦。前線員工竟然有工時去到500小時一個月咁誇張，仲連續2個星期冇得返屋企休息。
結果咧 Sukiya 咧爆發咗集體辭職潮㗎。當時好多 Sukiya 分店被迫暫停通宵營業，門口貼住張紙寫住公事中。其實大家都知係根本冇人返通宵班㗎啦。另外，新入職員工3年內離職率去到58.8%，喺日本重視職場穩定嘅社會係非常嚴重嘅數字。咁多員工離職都係因為頂唔順高壓嘅工作環境。之後社會輿論開始爆發，好多人到嗰刻先發現 Sukiya 簡直係勞役員工 ，Sukiya 被冠上日本第一黑心企業嘅惡名嘅。咁樣同社長小川賢太郎創業時講過要善商，完全背道而馳。唔怪之得好多日本人感到憤怒 ，Sukiya 一邊講善商，一邊就壓榨員工，令人難以接受。最致命係小川賢太郎多次面對傳媒質詢嘅時候，擺出一副高傲嘅姿態，用一句生理嘅厭惡嚟回應質詢，意思係無論本能上同身體上都對呢啲質疑感到厭惡。佢本人完全唔覺得一人當值制度有乜嘢問題。佢咁講真係冇得救。結果 Sukiya 喺2015年蝕咗111億日元，交咗一筆非常昂貴嘅學費。面對呢場公關災難，小川賢太郎別無選擇，佢做咗一個好痛苦但係必須嘅決定，大幅改革。Sukiya 宣布全面廢除深夜一人當值制度，一定要2個人以上先准開鋪。如果揾唔到人呢，寧願唔做生意閂門啦。佢哋仲將通宵班薪金大幅加至2000日元一個鐘，高過晒所有同行啊！又承諾喺2030年之前，每年都會提高員工嘅基本工資。改革之後，員工回流，士氣好咗，服務好咗。去到2016年呢 Sukiya 奇蹟地實現咗 V 型反彈，利潤創新高。呢一役令 Sukiya 真正由一間淨係識賺錢嘅機器，變成一間開始識得尊重員工嘅企業。好啦，經過呢次教訓，今時今日嘅善商集團到底有幾勁呢？我哋用數據反映出嚟。截至2024年呢，善商集團嘅年銷售額咧已經突破1兆1366億日元嘅啦，係日本第一間突破1兆日元嘅飲食企業。至於佢嘅老對手吉野家嘅年銷售額咧，大概係3000億左右，松屋就大概1500億。換句話講咧，一間善商銷售額已經等於3.8間吉野家。喺分店數量方面咧，善商全球有超過15400間分店，吉野家得嗰1000間到。點解善商集團有15000間分店咁多㗎？係因為唔單止賣牛肉飯啊，佢仲收購咗好多品牌，好似 Hama Sushi、Coco 家庭餐廳等等，成個集團有成15個品牌以上。仲有善商嘅利潤率有成6.6%，而吉野家同松屋得3%左右。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嗰個 MMD 垂直整合系統嘅威力啦。2019年啊 Sukiya 正式進軍香港嘅。當時啊，吉野家係日式牛肉飯市場嘅大阿哥啊，60幾間分店遍佈全港，每月賣超過100萬份當飯，喺香港經營差唔多30年咁長，根深蒂固。Sukiya 咧就採取針對香港人喜愛日本文化嘅策略，差唔多將成間日本 Sukiya 原裝倒模嚟香港嘅。無論店鋪裝修、員工形象、食品材料同口味，連最經典嘅按00服務中咁細微嘅嘢都照搬嚟香港。初期咧仲有日本師傅駐場嘅，結果第一日開幕就引起大轟動，排隊嘅人龍長到見唔到尾。對日本人嚟講咧，去 Sukiya 要排隊係不可思議嘅事，但係香港就一直長龍不絕。經過6年發展咧 ，Sukiya 香港已經有21間分店啊，反而對手吉野家咧就少咗，得返57間分店。話唔定再過幾年咧，可能 Sukiya 就可以追迎吉野家，成為香港牛肉飯一哥。回顧小川賢太郎嘅一生。由1968年喺東大校園掟石仔嘅熱血青年，到1982年喺橫濱開便當店嘅創業者，再到今日掌管1兆日元帝國嘅餐飲業巨人，佢用咗42年時間，將500萬日元嘅本金變成咗22萬倍嘅回報。
雖然 Sukiya 曾經行差踏錯，做過令人唾棄嘅黑心企業，但係佢肯認錯、肯改過，最終浴火重生。小川賢太郎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商業世界冇永遠嘅勝利，只有不斷修正嘅過程。佢當年咧想用社會主義消除貧窮啊，結果失敗咗。但最後咧，佢用資本主義嘅方式咧，創造咗數以萬計嘅就業機會。或者呢個先係佢對消除貧窮最理想嘅答案。好啦，今日嘅貓貓研究所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同埋留言話俾我知你鍾意食雪奇啊定吉野家多啲。我係阿貓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